Hello，大家好。前日咧同朋友咧就去咗南豐紗廠喎。以前真係一間紗廠嚟㗎，不過而家咧已經咧做咗保育，變成咗文創中心啦。起先咧以為搭佢嘅免費 shuttle bus 啦，點知又揾唔到佢嘅車站，終於咧就係我朋友帶我去到呢個地方啦。原來咧佢就響愉景新城個商場嘅斜對面嘅啫。建築物入邊咧，主要分開3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咧就係食肆啦，同埋一啲嘅特色商店。第二部分咧就係佢嘅展覽中心啦。第3個部分咧就係好多不同嘅工作坊。我哋去到咧大概10點幾啦，好多地方咧都未開門嘅。但係咧，我哋見到有間茶樓開咗啊，所以就先入去食啲嘢啦。佢哋嘅餐具都好有特色啊，係公雞碗嚟啊，公雞嘅茶壺啊，幾靚噶。另外咧，我哋發現一間好有趣嘅食肆啦，佢賣一啲嘅小食嘅，咁佢叫做茶篤撐。原來咧，除咗賣食物之外咧，佢都係推廣兒童粵劇噶喎。到咗11點啦，我哋咧就上咗2樓去參觀2個不同嘅展覽啦。第一個叫《忙碌的針線：香港的布面敍飾工藝》，另一個咧就係《湧動的暗線：遊走在民間智慧與當代視野》。最有趣就係呢啲亮布啊！原來咧響紡織漂染過程之中咧，係加咗蛋白喺入邊嘅。我都有時候試下做少少嘅刺繡，都幾好玩㗎。大家估下，一執一執，一粒一粒，呢啲係咩嚟嘅嗱？原來咧就係中草藥嚟嘅。參觀完展覽咧，我哋就上埋天台，一行出去咧，哇！被嗰幅好大嘅壁畫咧吸引住，內容咧係講述車衣女工嘅故事啦，同埋當年香港社會嘅風貌。南豐紗廠咧，其實都係一個休閒好去處啊！我都建議大家有機會嘅就走去行下、睇下、食下嘢、休息下都幾好㗎。今日係咁多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